带领咱每一个人进入伫上帝的心怀意念。咱要甲主结连，我望咱这个时阵陪伴你的心，安静你的心。咱三甲来祈祷。听堂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阮要看见，阮要听见，阮要感受到主你的圣心甲阮同在。伫即个所在，阮要刷阮6日的着活。伫遮，阮要调见你，阮要摒清阮的心肝，互阮逐人伫你的面前，要得到你丰盛的恩典，甲阮伫地。求你，互阮用虔诚的心，用敬拜的心，用献祭物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无论阮逐人所得担当的工作是甚物，阮拢知这是阮心所愿献出的，愿你感纳阮所做的。也管纳阮会敬拜，诚做芳芳的祭，献上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咱来今仔日的第一首圣诗43首，43首，这干净人拢着恬静，虔诚徛伫伊面前，无得看入世间俗事，逐项恩典伊赏赐。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咱来吟第一节。
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大降节第2个主日，请咱大家备办心，迎接主耶稣的降生。请走啊！宣调，因为咱的上帝温柔慈悲，伊予咱清早的日头对天顶照咱，照咱遮个踮伫黑暗甲死亡阴影下的人，因带咱的脚行入和平的道路。咱即时做伙来唱俄勒的诗歌，俄勒上帝圣诗43首，世间众人拢着恬静。虔诚徛伫伊面前，无得挂虑世间俗事，逐项恩典伊赏赐。请大家起立，做伙来吟全首。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早伫地，
现在伫地，永远拢伫地的上帝，阮学了你，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你也是疼的源头。为着拯救阮，你将家己的独生圣囝赏赐予阮，互阮会当脱离罪的束缚，互阮得到永远活的盼望。为着报答，阮公园教会用真侪方式来传福音。主啊，这你拢知。特别是伫圣诞节的节期，阮有办真侪活动，邀请亲情朋友、厝边隔壁来到教会来。主啊，求你亲身做工，互阮所邀请的每一个人，拢会当深深感受你的疼、你的安慰，甲你的大权能。上帝啊，感谢你，互阮会当伫自由、民主、搁安定的台湾，伫庆祝圣诞。即时，阮有想到，伫世界还阁有足侪所在，拄着战争、拄着灾害、拄着损失、拄着动乱，因无法度好好过日子。恳求上帝怜悯遮个所在的人，用你温柔慈悲的光照着因头前的路，带因进入真理甲恩典。特别是遐个求叫主你的名的基督徒，求主保守因的信心会当徛在，逐项需要拢无欠缺。最后，阮也为着身体病痛、心神软痛，也是家庭经济出问题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互因会当一日比一日较勇行，心神困惑，代志拢会当得到好的解决。愿天顶的荣光归伫上帝，地上的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即是咱的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41篇，也是以赛亚书第9章，由我来启，各位兄姐来应。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起大光。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亲像在收割的欢喜，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讲断因肩胛头的棍。侵略者的军队过着火的军火，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伊要负担国政，贤明的导师，永在的天父，伊的主权无穷。伊要坐大笔的座位，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线请咱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安尼讲，所以恁当受上帝选召圣的兄弟姊妹，恁着想咱所宣认迄位做使者、做大祭司的耶稣，伊对指派伊的上帝尽忠，拄甲摩西伫上帝的家尽忠同款。起厝的人比伊起的厝较尊贵。安尼，耶稣比摩西应该受搁较大的荣光。所有的厝拢是人起的，毋过起造万物的是上帝。摩西做仆人，对上帝的全家尽忠，为着上帝后来所要讲的话做证。毋过，基督做囝治理上帝的家。对所仰望的，咱若用确信、甲
甲勇气来持守，咱就是上帝家内的人。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照安尼行的兄弟姊妹。即马是赞美的时间，妇女团契要带来一首歌，我宁愿有耶稣来讹乐上帝，请起立。
煞接是讲道的时间。本堂黄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美妙主耶稣。兄弟姊妹平安。圣诞节期要到，所以伫圣诞节期中间，大位所在拢咧庆祝这个生日。但是伫主耶稣的生日中间，人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庆贺。而且这个庆贺其实足侪物件拢是甲主耶稣基督无啥物关联。你若去到巨城的时阵，每一遍我去到遐，哇，进入到迄个广场内面，都非常水的圣诞树，砖头非常水，也光真炫目，所以足侪人伫遐翕迄个圣诞树，所以伫遐无有主耶稣基督任何的形象甲任何的物件。伫遐有圣诞节的老公公、圣诞老人，所以迄是一个焦点。有时嘛有这个天赛，这天赛咧感觉互你真水，但是伫遐无有主耶稣基督，所以有真侪物件吸引咱的心，但是偏离伫咱圣地主要意义内面。伫顶礼拜咱有讲到，一般的人真爱天赛，我有看到天赛，伫我身边有真侪天赛咧帮助我。咱咧形容真水的物件，天使的脸孔，咱这心上有一个真俊美的人，一个名星，可能非常出名的人。咱有去欣赏到真有能力的人，真有成就的人，因这个人成为咱学习也是注意的一个焦点。所以有写一寡自传，你来看伫，你就当哪亲像伊怎样来成功。但是伫遐无主耶稣基督，所以伫世上有真侪真水的物件。互咱看做真有能力的人，吸引咱的心，互咱无注意耶稣基督去注意。犹太人嘛真爱天赛，所以因看天赛非常的尊贵。因认为天赛是因甲人中间的一个中保，因团在上帝的意思，因执行上帝的旨意。因嘛看到真水，就像咱看去有色，然后有迄个光，然后有迄个能力。所以因敬拜天赛，甚至因认为耶稣基督甲天赛同款，同迄个阶级，耶稣嘛是天赛之一。这是因过去对天赛的一个概念。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毋是安尼。主耶稣基督比天赛更较尊荣，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伊降世成做人的样式，咱现在信靠伊，所以伊应该受咱众人来尊重。其实伊是创造者，万事物拢是对着伊来创造。天赛不过也是伊所创造的一个灵体，来服侍上帝，以及服侍人，特别是咱这承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所以因是一个奴仆来服侍的受造。主耶稣基督应该比天赛更加受到尊重。希伯来书今仔日继续再来讲到主耶稣基督甲摩西的一个对比。主耶稣基督甲摩西的一个对比，为什么希伯来书要将耶稣基督甲摩西来做一个对比呢？这就讲到天赛，因为天赛伫以色列人中间有真悬的地位。而且误解主耶稣基督就是像天赛同款。现在伊要做一个对比，就是主耶稣基督甲摩西的对比。主耶稣基督比摩西更较尊荣。这个对比的一个目的，咱必须要先来知，到底摩西伫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什么种的历史的地位？咱若是看圣经的时阵，出埃及记就讲到摩西。人类历史的中间有真无人亲像摩西遐尼受上帝来使用，所以你来看出来记的时阵，偌久你就看到10条10个灾厄，迄是上帝透过摩西所行的一个新约，带来互埃及真大一个困难，要互法老会当讨白。会当互遐以色列人会当出埃及，
惊真侪大个新约，毋若是伫埃及伫旷野40年的中间，上帝透过伊行真侪事业过红海，然后伫旷野中间，玛纳水流出。所以有真侪电影拢是讲到摩西的电影，有几多出对毋对？咱会记得有几出？出埃及记个有啥？埃及王子，个有上早期的，从咱即个年纪的10届，10届就是讲摩西。最近Netflix 佫有一出，圣约之外，摩西的故事，最近我看，拢总有3集所以拢是讲到摩西所以这是真符合这个电影的一个题材啦有能力，佫有真戏剧性这戏剧性拢是因为上帝透过摩西行真大的神迹。所以若是伫政治方面来讲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就那像因为不只是国父而已国父是一个朝代尔这整个民族的国家的建立差不多是摩西。无人亲像摩西。伫西奈山甲上帝面对面讲话，亲像朋友。过去上帝非常神圣，所以简单看到上帝的背影，以赛亚看到伊背影，以利亚看到伊背影。如果有人看到上帝的时阵，都爱死但是摩西呢，伊会当面对面甲上帝亲像朋友安尼讲话，所以有人讲，无人亲像摩西会当遐尼接近上帝。摩西伫西奈山甲上帝面对面讲话，然后伫遐接受接了诫命，然后伊颁布这个律法。伫后来3000年的中间，这律法支配以色列人因的生活甲因的信仰。现在到现在，以色列人所建立的整个社会，有的文化制度，因的生活、因的信仰，拢是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所建立的制度。主要所时期的法利赛人。因自称因是摩西的学生，因为一生中间拢是咧研究法律，因为一生拢是因为要遵探摩西律法做因的志向，因认为遵守律法是得到永生的一个路，所以摩西伫以色列人心目中因的地位遮尼悬，无通比拼。最后所记到顶是袂记，就是认定无违反摩西律法。所以这是非常悬的，摩西的地位以及伊所颁布的律法，这是无法度去违反的。这回教徒嘛是尊重摩西，伊是一个信仰的伟人，所以伫全世界中间，摩西的地位非常非常悬。所以伫初代教会中间，因拄着真大一个问题：信耶稣基督的犹太基督徒，伊要怎样去面对摩西这个人？甲摩西所颁布影响因整个社会生活信仰的摩西律法，这是一个真严肃的一个传统，无人会当去违反伊，违反伊就是性命危险。所以这基督徒因中间有一个真大的争议，伊有一个选择，既然伊是信耶稣基督，但是伊有一个选择，是不是继续遵守摩西律法？因为摩西律法伫过去，因认定是得到救的一个条件，得到上帝的祝福的一个条件。所以因的信仰中间不得不甲中间嘛是一直受到摩西的律法伫因生活中间的影响。当然，像现在，咱伫华人的社会中间，你的思考、你的价值观念、你的真侪生活的一个原则，不得不甲拢受到华人文化影响，对不对？有时你来看一寡过去，才会找想看原来我的思想受到易经的影响，我的整个道德的方式，也是我的生活方式受到宇宙也是世界观的观念受到道德经的影响，那会不得不甲，因为你的教育就是这个背景出来，咱整个的社会伦理，可能嘛是受到伦语这物件来影响。基督徒、犹太基督徒因生活伫摩西所建立的体制内面，所以
当伊信主耶稣基督的时阵，因面对一个问题，咱来敢是来继续来遵守摩西律法，所以因去调和，无法完全脱离的时阵，所以有人就迄个争议：第一，我是毋是已经真做基督徒，我信耶稣基督，但是我犹原需要遵守摩西律法。我若要得到救，虽然主耶稣基督为着我定死是决定，但是我嘛爱遵守摩西律法，才会当得到救。因为这是过去因所建立的一个经验。那摩西律法甲得救有啥物种关联？虽然认为这是得到永生的一条路，但是因中间遵守的人，发觉无够遐尼完全，因本身。尼哥底母半暝来找主耶稣基督，要怎样得到永生？耶稣来回答讲：啊，你是法利赛的老师啊，你应该研究到真透彻啊！啊，遵守摩西律法是恁得到救的一条路。啊，你若来问讲要安怎得到永生啊？要安怎点头，要得到永生？所以遵守摩西的律法，对因一生咧遵守这个法利赛人一生咧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伊嘛无有得到永生的一个确信啊。迄个少年的官来见主耶稣基督讲，摩西律法所教示的，我拢有遵守，我敢会当得到永生？无即句话表示，伫内心中间，摩西律法较无遐尼啊完全。因为摩西律法主要目的，咱像一物件共款，要互你知影你做啥物毋对，要互你知影你有犯着啥物罪。咱就是一个物件，互你知影，翕来了啊，你有身躯某一个污染，某一个污点，所以要互你切去，但是行袂当替你切去即个误会物件，是要显明即个误会，这是摩西律法。所以摩西律法亲像一物件，毋是要互你得到清气，是要显明迄个问题。所以我相信，这个尊探摩西律法的人，因知影伊的内心知影，我虽然已经遵守这个物件，我知影我应该做啥物，无应该做啥物，其实我无啥物能力会当来尊探。这就是保罗所讲的，知影好，但是我行袂出来；知影歹，我无度避免。但是虽然是安尼，伫咧整个法律中间，犹原真严格去要求讲，所有人拢要遵守摩西律法，而且这个摩西律法要求非常愈来愈严。主耶稣基督对犹太教的人来讲，主耶稣基督就是违反摩西律法，定是物件。所以当时的初代犹太基督徒，因面对一个危险，是毋是我应该遵守摩西律法？所以因中间犹原有迄个摩西的阴伫个内面。不知不觉中间，因可能倒转到犹太教的传统的怀抱中间。我信耶稣基督是物件，无够额，我该个遵守摩西律法，有迄个好的行为，我才能得到完全的救。另外一个危险就是，那安尼我莫遵守摩西律法，莫有这个传统，我都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呢，如果若是安尼的时阵，会互当时人对因来讲，像咱即摆话就是背教啊，违反摩西传统律法，违反祖先留予咱的法律、咱的传统，所以这是一个反叛。所以当时的人因为违反摩西律法，所以受了。这是基督徒因所拄到真大一个危险，所以两个挑战，一个挑战就是原来倒转到犹太传统文化中间，另外一个就是受压迫，然后为着坚守、独遵守主耶稣基督是的救恩，然后受到真大的一个压迫，在信仰中间摇动。所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阵，主要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必须要将犹太的基督徒，因的焦点放伫主耶稣基督身上，用全新的角度来明白摩西伊角色甲地位到底是甚物，要怎样用信仰的角度来看摩西伫
伫咱生活中间的历史的地位，以及伫咱信仰中间的一个影响。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伊就看见犹太遮的信徒讲，恁得爱思想，恁得爱去探讨，你来去明白，你来去知影一项事，明白主耶稣基督伊真正的身份。当你来明白主耶稣基督伊真正的身份的时阵，你就会知影，其实咱主耶稣基督比摩西更较尊荣。如果伫政治中间，摩西就那亲像咱现在看一个政治的人物，一个民主英雄，但是主耶稣基督超越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的影响，超越一个政治上的人物。最近我教一个牧师咧讲，伫遐甲伊做食饭咧讲话，伊过去常常伫大陆遐做宣教的工作。我来问讲现在大陆的情形，伊讲即马教会比以前搁较困难。即马教会若是要聚会的时阵，进前拢毋是唱圣诗，拢爱唱国歌。然后伫教会头前还佫挂两个像，一个毛泽东，一个习近平。你毋知你咧敬拜时阵，到底是咧敬拜上帝，还是咧敬拜这两个偶像？上帝看袂到，但是这两个相看会到。所以所有的言语拢袂当违反着伊所定的制度，也是对人的崇拜。伊内面讲章，所有的讲章拢爱经过审核，毋是上帝你讲的你就讲，都要看政府会当互你讲的袂。政府伊本身对上帝话语的判断超越咱伫信仰内面良心甲原则。你会知这是真恐怖的代志。不知不觉中，你会发现。无我就虚应一下，无我就看伊虚应一下，来我来是毋是来敬拜上帝？但是表面上我敢若对这个宗教的人物，还是讲政治的人物，有这种的真心的崇拜。这也是当时以色列人因所要面对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我若要全然相信耶稣基督救恩，可能我必须要脱离摩西传统的一个律法的限制。但是我若要脱离这时，我可能受到真大一个压迫，就亲像当时保罗要去掠这初代信徒去教会压迫因共款，因为伊违反咱祖先的传统，因违反摩西伫历史中间的地位，伊是无法度去做对抗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摩西甲主耶稣基督的对比的时阵，伊就讲到主耶稣基督比摩西还佫较尊重，佫较尊荣。讲到两项，讲到主耶稣基督，伊是最上帝的使者，伊超越摩西。主耶稣基督最大祭司，伊超越摩西。第一项，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使者，上帝的使者是代表上帝来讲话。圣经内面讲到，上帝过去常常有真侪差遣真侪先知，用真侪方式来做预告，预告弥赛亚的来临。那摩西呢？伊是先知中间的一位。伊讲一句话，伊讲：伫恁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亲像我。恁得爱听伊。那要来这个先知，第一个所在讲，恁得爱听伊，毋那是听我尔。表示过来这个先知比摩西还佫较超越，佫较尊荣。你会使无听我，但是爱听伊。所以希伯来书迄个所在讲到，过去透过真侪先知，包括摩西来讲起预告，这个弥赛亚要来。然后伫末世时阵，上帝就差遣伊的囝亲自对咱来讲话。正先知所预告，迄位弥赛亚亲自来伫末世中间对咱来讲话，就是咱主耶稣基督。所以照着先知，对着先知这个身份来讲，主耶稣基督做先知的身份，乃是超越摩西。摩西伫
西奈山伊颁布这律法，这律法不过那像一个影，无论是生活中间的，无论是信仰中间的，摩西捌有一个得到启示讲，伫遐得到会幕的启示，要安怎有制造会幕，甲会幕内面的物件。但希伯来书讲这物件不过那像影。摩西所制造这物件，所得到这启示的物件，拢要有个主要所基督本身来临。你看你影的时候，但是无看到伊本身。你知影有即个影，但是你知影即个影中间一定有一个真正的身份，是要显明即个身份，代表有一个身份要来。所以摩西的律法不过那像影共款，但是实体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讲到一项，上帝借着摩西颁布律法，但是耶稣基督带来上帝的使命，带来上帝的权柄，将上帝启示予咱。稳定甲真理是透过咱的主耶稣基督来。这所在一个对比，主耶稣基督带来真正的真理甲稳定。摩西律法不过是予咱来将咱的行为拘束伫迄个所在，予咱知影咱到底好啊歹，予咱知影咱本身的有限，来望上帝真理甲稳定显现，予咱会当对摩西律法中间脱离，归向上帝。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使者。第二方面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永远的祭司，人甲上帝中间有罪来隔离，所以过去咱感觉讲，咱都要靠摩西律法，即咱像咱上帝甲咱所定定一个约，守即个约，咱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守即个约，咱才会当得到上帝的应许，咱才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你若遵守即个约，你就要得到上帝的祝福。那就一个条件同款，这是摩西的律法。但是主耶稣基督以来，伊嘛是成做人甲上帝中间的一个中保大祭司。这大祭司的身份就那像一个造桥的人安尼吼，造一条桥，这条桥就是上帝甲人中间的，这是大祭司。所以伫这个所在，无去透过律法，无去透过遵守律法。因为遵守律法嘛是非常非常恶的遵守，无一个人靠着遵守律法会当到上帝遐。但是主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所留的保护，直接引导咱来到上帝面前。透过伊十字架的救恩，互咱会当亲近上帝，甲上帝面对面。所以做一个大祭司所成就的工作，伊比摩西成就更加完全，更加有效果。无人会当透过遵守摩西律法来到上帝面前，独独主耶稣基督透过伊十字架所留的保护，互咱会当亲近上帝。所以咱就好打进前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两个身份，无论是做使者还是做祭司，这两个身份，主耶稣基督比摩西也更较完全，更较尊严。这是工作方面。身份方面，主耶稣基督比摩西也更较尊严。上帝其实非常称赞摩西，也非常称赞摩西的忠心。所以民数记12章安尼讲，对这以色列人来讲，伫恁中间有先知，我会伫异象中间用伊来显现，伫梦中甲伊讲话。但是我的摩西毋是安尼，我的奴仆摩西，伊是我的伫我的全家上界忠心的人，是上界忠心的人。但是论到主耶稣基督，伊比摩西还更加真忠。上帝交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借着伊行10个灾厄，所以法老只有放这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后伫旷野经过红海，进入到旷野中间，佫行真侪新业。40年久伫旷野中间，上帝透过伊行真侪新业，养起以色列人伫旷野40年的生活，行真侪新业。但是摩西伊无完成上帝所交代伊的，为什么？因为伊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标是要进入到迦南地，但是后来摩西无入去，对不对？因迄代人嘛无入去，伫迄代人除了迦勒甲约书亚有进入到迦南地以外，拢无人有入去，包括摩西。表明摩西伊到后来无完成来交付上帝伊最重要责任。论到主耶稣基督，伊互上帝所差遣，伊救赎人类，而且完成救恩的工作。要互这人毋若是对罪对世界出来。而且要带领这所有的百姓进入到上帝荣耀内面，已经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伊所完成的工作，比上帝交付予摩西的事更较忠心来完成。讲到身份，摩西不过是奴仆，但主耶稣是最囝的。主耶稣是上帝的囝，是主人。是继承万人有的，伊的身份比摩西更较超越，因为摩西不过是奴仆。有一个影片介趣味，一个起厝的人，然后伫迄个伊所起的官楼顶面，带伊女朋友，真骄傲对讲，这栋是我起的，迄栋是我起的。捌看过这个影片无？所以女朋友安尼互伊讲者，有一个崇拜的心。你哪个起这栋、迄栋，所以你真好囝安尼。伊讲无啦，我着领薪水起厝的。这拢毋是我的厝。你看到迄个少年的，迄个少年才是即几栋厝的主人的囝，后摆这厝拢伊的。起厝的人无一定是拥有，只有拥有伊的是囝。是真正主人的囝，伊拥有的当然比起厝的人还佫较丰富、较大的产业。在过去的社会中间，奴仆无论伊是大细，可能是细汉、真细汉的细囝，伊的身份比奴仆较尊严。主人的囝甲奴仆是无得比拼的，伊是产业的拥有者。伊是非常尊严的。主耶稣基督是创造的上帝，摩西是受造的人。你来去到台北101，你得想讲，什么人有这栋101的拥有权？什么人是这栋101的设计者？什么人遐尼高去完成这间101大楼的建筑？可能你袂起来，袂讲哇，这个101大楼，这个钢，这个石，这条钢筋，哪会遐水？你袂去比拼内面一个钢筋啊，一个石头啊，一个泥块啊，这是整道中间不过一个是微细物件。所以101内面一个石头，哪会当甲起造这个101的人会当相比拼呢？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论到主耶稣基督甲摩西因两个对比的时阵，伊就用起厝的意象来比拼。上帝主耶稣基督，伊是创造宇宙万人物。主耶稣基督，伊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摩西不过是宇宙中间连尘埃都论不上的塑造者，不是一个人，甲整个宇宙来比拼来讲，是这么微细。按照起初的来看，创造
101大楼的内面是一个钢筋，也是这个石头，要怎样会当甲起造的人相比平？如果若无上帝来起造所有这万人米，就有摩西甲上帝透过伊所显明的作为，只不过是透过摩西来做。10条诫命，摩西律法是上帝所起草的，是伊所设立的，伊只不过是透过摩西来颁布。所以摩西伊安尼讲：我所讲的，我所做的，我所得到的会幕，逐款的样式，拢是照上帝伫西奈山迄个所在启示我去做。我不过是领受的，伊叫我安怎做，我就真忠心照安尼来做。但是起头的人拢是上帝。我会当担负这个责任，带领一切的人来出埃及，乃是因为上帝导我启示，我保持迄个能力，甚至我有惊吓，我是啥物种的人？我哪有能力带领这做以色列人会当出埃及呢？我要怎样会当甲法老来对抗呢？我非常的卑微。但是上帝对我讲：我甲你三甲同在，我要透过你来行神业，毋是你做这个物件，是乃是我做。若不是上帝，互伊会当管理一切人，互有这种权柄的能力，伊是无法度完成。摩西虽然伟大，因那像圣殿内面一个石头，不过那是一个建材，然后上帝使用伊来完成整个圣殿的工作。正如彼得前书所讲的，咱每一个人嘛是同款，甲摩西同款，拢是不过圣殿内面的一个石头，活石。然后上帝将咱放伫这个石头，放伫圣殿中间每一个角落，甲其他的这石头三间三塔，然后慢慢互上帝起造起来。所以起造圣殿的人，当然是比石头更较尊贵啊，更较尊严啊。石头哪会当一块石头哪会当对上帝讲：上帝啊，我甲你比拼尊严，我甲你比拼地位，亲像安尼，摩西不过是受造。受交托，然后所起造的人是咱主要所基督，是完全无法度来比拼。摩西是上帝的奴仆，但主要所基督是上帝的囝，囝的身份比奴仆较尊贵。律法是透过摩西来传，但是这是上帝的心意。透过伊的独生的囝，主耶稣基督，毋若传扬律法，是传扬真理甲恩典，互咱会当透过伊的救恩来得到救，超越律法。摩西是以色列人心目中真伟大的民族英雄，将以色列人对埃及带领出来，但是伊本身无法度进入到迦南。因为伊本身嘛是受无完全的限制，但主要所基督将所有人类对罪恶中间救赎出来，对世界中间救赎出来。摩西照上帝的启示起造会幕，所罗门王根据会幕起圣殿，但主要所基督比圣殿更较伟大。伊亲自所讲，因为主要所基督要带领咱进入更较深的敬拜。用生命甲信心来敬拜上帝。摩西是以色列人甲上帝中间来往的一个中保，但主要所基督是永远大祭司，现在已进入到天顶的圣所，伫上帝正边，现在继续为着咱祈祷。做一个中保，会当完全带领咱进入到上帝面前。伊担任咱甲上帝中间的中保，主要所基督所成就一切、所做一切，包括伊的身份，拢比摩西还更加尊荣。堪伫咱每一个人敬拜，独独伊堪伫咱敬拜甲学乐。伫咱现在一个中间，到底咱的焦点是啥物？或伫世界中间，到底咱的焦点是啥物？伫咱靠主要所基督降生的时阵，虽然是婴仔。
但是这个婴仔是上帝囝，弥赛亚，伊比所一切还较尊贵。伊工作要超越天使，因为天使嘛是随着宣告讲，伫天里荣光归伫上帝，伫地里平安归伫伊所救赎人。透过什么？俄勒主耶稣基督会降生所要带来成就的事。天使伫个所在上赞主耶稣基督降生。主耶稣基督来，伊超越摩西，因为伊真正带来完全的救恩，毋是借着有限的律法，毋是借着拘束人的律法，但是带来真理甲稳定，讨帮人，互人会当进入到上帝面前，完成救恩的工作。人透过摩西律法，想要透过摩西律法来得到救，得到永生，但是独独主耶稣基督降世成做人，而且完成救恩，互咱会当亲入到上帝面前。伊就是弥赛亚，上帝囝，比天使较尊贵，比摩西较尊贵，是咱信仰的焦点。独独伊堪得咱尊重敬拜。咱三甲来祈祷。主，你是无通比评，主啊，你无比的尊权，无比的荣耀。主，阮独独尊你最大，吸引我每一个人心，互阮的心归向你。主，吸引我每一个人独独将尊荣、荣光、听、敬拜归乎阮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你是无比的尊贵。无比的荣光超越人的一切，超越世界一切，超越阮本身，所以阮献上阮独一的敬拜，互阮主耶稣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126首》，美妙主耶稣。万有你管顾，你本是神，正做世人。主我所信仰，主我所尊重，我欢喜主做我君王。请大家起立，吟全首。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赐阮主耶稣基督，互阮得到救恩。阮也为着阮对你所得到的丰富的陪伴、看顾、稳定甲才能献上感谢，也恳求圣神保守阮常常知足。阮直接将金钱奉献予主做圣工路用，求主感染阮虔诚的奉献，也恳求圣神引传阮教会，用这金钱做主爱阮做圣工甲传福音。通延光主的名，吼，得较侪人得救。阮同心合意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即时来报告，请咱掀开教会周报第2页。第一项，今仔日是大降节第2个主日，咱有点到2条紫色的蜡烛。代表陪伴甲信心，恳求上帝，互咱有信心面对困难甲挑战，嘛望咱的所行所讲，拢会当为主做见证。第2项，咱明年1月19号要召开定期的会员好会，所以请逐组事工团队会当甲你明年度的计划，啊，甲今年度的报告写好，交予玉山干事。第3项。财务组报告，今年若是兄弟有要奉献，请伫12月29日以前完成。若事工团队有啥物收据要申请的，嘛伫12月29号以前申请。第4项，昨12月7号，咱教会有一群真认真拍拼的社会青年，主办一个青年的圣诞礼拜。已经顺利完成，感谢俄罗主，愿主纪念因的辛劳。你若是有感动，会当为即个青年礼拜奉献吼，因为有较侪钱，有可能会超过教会预算吼。你若有上帝感动你，请你为着昨的青年礼拜来奉献。第5项，运动真幸福的小组，今仔日下晡有聚会，请大家注意。第6项，文图培育组。有举办一个读册会，读册会的名叫做“婚姻成长的读册会”。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内底有真侪祝福，嘛有真侪功课爱学。咱有一个读册会真难得，欢迎兄弟来报名。第7项，关怀组新竹马街病院明年继续合咱合作，要来举办。长辈的健康促进活动的课程，欢迎65岁以上的兄弟报名参加。啊，即个礼拜5就是12月13号，对，12月13号，有今年度上尾一遍的促进健康的活动，请兄弟来踊跃参加。第8项佫报告了，好，第9项。明年度的月帖已经印好，放伫1楼。你若是有需要，一个加一本。啊，若你若摕了，请签名。第10项，妇女团体即个礼拜3要去仙乐园。仙乐园是一个安养中心，吼，内底拢住真侪年纪较大的是大人，也是中风的，也是需要人照顾的长辈，吼。啊，阮要去遐。互因安尼怀念老歌，啊，搁要带因做活动，啊，活动结束了后，要搁请因食豆花，因为家己拢一骹一手吼，所以我要亲身请因食豆花，啊，就是一个真温暖的活动。求主甲阮支持，互阮出入拢平安，活动真顺利，啊，才会住伫安养院的时代，啊，搁因遐工作人员拢会当感受到上帝的疼。活动结束了后，阮妇女团体的姊妹要来龙凤渔港食海产，吼，感谢俄罗主，好。好，第11项，本会圣诞节期还佫有真侪活动，毋知你即张还佫有伫咧无？有吼，嘿，啊1楼嘛还佫有剩，你若有要邀请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会使分互因。你的厝边隔壁嘛会使放踮因的批笼内底，吼。好，啊，即马教界消息，掀开第3页。教界消息，即个礼拜6，新竹的圣经学院有一个圣诞市集，咱教会嘛有设一个搭，
咧粉彩 DIY 甲巧克力 DIY 的体验活动，嘛有咧卖小点心、巧克力，啊个生活道具、雷雕作品，欢迎兄弟姊妹来参加，来甲交关哈。啊，圣诞市集当时嘛有一个新书的分享会，作者叫做苏家宏律师，伊对律师法律的角度要来写一本册，讲这个时阵就是写遗书的上好的时阵，内底的内容应该是真精彩哈。咱拜六若去参加，啊若甲买伊的册，伊的这作者定会甲咱签名。啊，若是团体报名，啊，阁有特别的优待券。好，报告到这，毋知有人要补充无？你若是伫 YouTube， 还是讲伫迄个网络中间打那个苏家宏安尼吼，你就会看到他很多节目了吼，所以这些媒体拢有访问伊吼，足精彩，所以伊是摄影行业的董事长啦吼，安尼所以伫圣诞市集时，伊特别有伊的册，伊的册中间3个月第8刷。所以即马这个遗产的问题，大家很有兴趣吼。毋是讲年长的人吼，你有财产要安怎去互这家己孙这遗产啦吼？咱少年人嘛爱知影讲我的权利到底是啥物吼安尼，所以伊特别咧写物讲要安怎样讲这分遗产。伊讲这分配的时阵，其实是一种疼的表现，吼，毋是讲为着遗产来争取啦，吼，安尼，歹感情，所以伫即个机会中间吼，咱大家嘛会当去参观吼，去参加即个市集，即个市集有对外，但是拢是大部分9岁人，拢差不多9岁人10打，咱有2打，伫迄个市集中间会当传福音，吼，嘛是拢安排人去到迄个。来宾遐吼，伊来传福音啦吼，所以咱大家阮当去遐来参加。咱嘛有诗班要去遐献诗哦吼，阮嘛有一个小诗班会伫遐献诗啦吼，所以咱会当做伫遐劳力来参与这个真圣诞节的活动。多谢牧师的补充，这是咱来唱上用的诗歌41首。请来，请来，以马内利，欢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啊，主要来临，请大家起立，咱来吟第6节甲第7节就好。主啊，你已经来临，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你甲阮三甲同在，你带来听，你带来平安。主啊，当阮众人拢以你的尊贵、独独尊你最大，愿庆贺你的诞生，也尊重你是阮的救主。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听谈，现时所受受的喜乐、平安，拢归伫众人，荣光归伫天灵的上帝。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